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昨天看到是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前半段，讲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对12使徒的教导，还有讲到在马太福音第6章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路加福音12章的下半段35节到59节。衫着穿好势，顶着点好倒，就亲像仆人在听候主人对婚宴转来。主人转来，一个拍门，通随时甲伊开门。主人转来时，看到仆人醒醒，遐个仆人真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为家己衫穿好势，请因坐倒来甲因伺候。主人若伫半暝，也是天要光的时转来，看到仆人醒醒，遐个仆人真有福气。这家的主人若知贼仔什么时阵会来，一定袂互贼仔侵入伊的厝。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子会来，会伫想袂到的时阵来临。在35节，耶稣讲到警醒的仆人是要随时的准备好，点上灯，还有束上腰带。过去的穿着是长袍，如果没有束上腰带，就不方便行动和不方便走路。仆人为什么要做好准备呢？因为主人去参加婚宴，所以他们要从婚宴上面来回来，需要有仆人为他们开门。当主人参加婚宴很开心的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些仆人警醒，有在等候，那他们就有福。有什么福呢？主人要束上腰带，让他们坐下来吃饭，亲自侍候他们。那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去参加婚宴喝喜酒，会带菜回来，可能主人参加婚宴，也会带牛、带羊、带生礼、带礼物回来。而主人说这些仆人，你们在参加婚宴，因为过去的婚宴不是只有一餐而已，是一个礼拜好几天，所以呢，你们这一段时间辛苦了，好，换你们来休息，主人来为你们服务。甚至主人延迟到半夜或黎明才回来，若发现仆人警醒，他们就有福了。所以，就算主人可能延迟了、耽搁了，但是仆人仍然警醒，这些仆人有福。那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就是服侍主的人呢，就是要警醒。警醒什么呢？那后面会再提到，就是人子来的时候。那要记住39节，要记住这一点。一家的主人要是知道小偷什么时候要来，他一定不会让小偷破门而入。前面讲到主人去参加婚宴回来家里，另外在这边讲到，在主人的家中，若知道有贼会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个房子呢，一定会更加的警醒，不让这个贼有机可乘哦。所以40节你们也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人子会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那这里讲到耶稣，是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讲到这个末日的情境，还有耶稣再来审判的时期。但是在路加福音呢，把它记载在第12章，那穿插在这个地方。那41节，彼得讲：主啊，你这个譬如是对阮讲，还是对众人讲？主讲：什么人是忠实佮聪明的管家？就是主人交代伊管理其他的仆人，照时分食物因迄个人。主人转来时，看到有照安尼在做，迄个仆人实在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会派这个仆人管理伊囊中的财产。迄个仆人若心内想讲，我的主人袂遐紧转来，就起手拍其他仆人女婢，也食也啉，佮啉到酒醉。迄个仆人的主人会伫伊无按算的日，毋知的时转来，主人会严严甲伊处罚，甲伊甲无忠实的人囥做堆。仆人知主人的意思，却无去准备，也是无照主人的意思去做，伊会互主人拍真忝。不过毋知
主人的意思去做应该受处罚的代志，迄个仆人为互主人拍较轻，互伊较侪就对伊提较侪，交代伊较侪就对伊提要求较侪。那这个前后连贯。41节，彼得听到耶稣讲到要人子在想不到的时候就来的时候呢，彼得就来问，这个比喻呢是对众人讲，还是对我们彼得这12使徒，或是那72个受差遣的学生？而耶稣呢的回答是对那些有忠心又机敏的管家，就和本是翻成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这个有见识就是精明了，就是可靠又机智的管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受主人指派，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呢，他能够替主人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但是不会去想要去占主人的这个便宜，或是来侵占好这个主人的身份，而是按照管理家务，按时把粮食分给其他的仆人。好，那这就是替主人能够做好的管家。当主人回来看到，家里没有出乱，好，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这个仆人忠于职守，是多么有福！好，这个福气就是这个主人回来会为他高兴。好，前面有讲，连主人都会出来服侍他。好，说你们这些仆人辛苦了，好好休息，换主人来服侍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产业。但这仆人如果心里面盘算主人不会那么早回来，甚至呢还去老兵欺负新兵，好，这个老鸟欺负菜鸟，好，然后呢就去动手殴打其他的仆人、奴仆和婢女，还吃喝闹酒。主人会在他料想不到的日子，在他不知道时候回来。所以主人不会通知。好，其实我们在看耶稣这个比喻，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Line，也没有那个很快飞鸽传书，所以很多事情好都是在意料之外。所以耶稣用这个主人突然回来，好，以为主人可能要去参加婚礼1个礼拜，可是可能3天就回来，4天就回来。好，主人回来的时候发现，这没有好好做他应该平常要做的事情，主人就会惩罚他，重重的责打他，还有这些不可靠的仆人都要受惩罚。但仆人知道主人要他做什么，却不准备，也不照主人意思做，这仆人就会受鞭打。至于那些不知道主人的意思而做了该受鞭打的仆人，反而要受比较轻。不知者，无罪，虽然也要受责罚，但是不像那些明知又故犯的仆人。耶稣说：“因为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付托谁，就向谁的要求也大。”所以彼得问说：“这个比喻是给我们还是给众人？”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当他能够领受的，能够听进去的，就要领受，而且当他领受去做的，就是把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但是他不能领受，他做不到。虽然上帝会责备，但是不像那些明明知道却不去做的人，要受的责备更大。我们继续看49节，我来是要将火迄落地上，我若呢爱火已经倒起来，我有应该受的洗礼，这个洗礼还未受以前，我实在真艰苦。恁想讲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死无？我甲恁讲，毋是，颠倒是分裂。对打以后，一家有5个人，因会分裂；3个对2个，2个对3个，因会分裂。老爸对后生，后生对老爸，老母对查某囝，查某囝对老母，大家对新妇，新妇对大家。那这里这段经文呢，好，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对12使徒他们的教训。而在这里呢，好，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好，谁能够领受就领受，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耶稣好继续说，他到地上来是要点燃烽火，好，这个烽火这个现代中文把意思翻译清楚，就是要开战的意思。我多么盼望它已经燃烧起来。好，这个烽火呢，好，是一个征战的火，好，不是一个吃饭煮饭的火。而这个火呢，好，开战的目的呢，好，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好，所以我应当受苦难的洗礼。
好，那这个也是现代中译本好加上去的，好，就是当受的洗，好，这个洗呢，好，不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悔改的洗礼，好，这个洗呢，好，应该是指后面耶稣要上十字架，好，受苦受难，好的这个洗礼，在经历这些苦难以前，我心里多么困扰。啊，或是多么焦急，好，焦急什么呢？好，因为呢，好，他又要把福音传给人，但是他要替罪人来承担这一切，而他又盼望好上帝的国临到，但是当上帝的国临到的时候，这些罪人还没有悔改，他们就要落在审判台前，就要被在审判台被判。被扔在那个阴间硫磺和火湖当中。51节，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带和平来到世上来，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分裂。耶稣在那边说的是很直白，好，不要以为耶稣来只是要带来和睦和和平，因为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旨意，这个烽火、这个征战是不可免的，好，是必然要发生的。怎么发生呢？好，从今以后，五口之家要分裂，三个跟两个，两个跟三个。好，意思就是说，五口之家其实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小家庭了。好，连一个小小的家庭，啊，都要分成两个、三个、三个、两个。啊，意思就是说，啊，连这个这么和谐的关系呢，都会因着耶稣的道，好，上帝国的旨意，好，都要把这个家人的关系都要硬生生的就割离。他们将起纷争，父亲跟儿子争，儿子跟父亲斗，母亲跟女儿争，女儿跟母亲斗，婆婆跟媳妇争，媳妇跟婆婆斗。好，那这里讲的不是说家里的人都是有病，或是家里人好都是魔鬼撒旦，不是。好，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讲的是他来好所带来信息，若能够领受，若能够听见，若能够去行。那他就会走向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但不能领受、不能听见、不愿去行的，他就走到完全是相反的路。所以，即便一个家人的关系这么亲密、这么亲近，都会因着耶稣的话、耶稣的道呢，而硬生生被分开。54节，耶稣国甲进人讲：恁看到云对西边、对西边起来的时，随时讲得要落雨啦。果然就落雨，透南风的时，恁讲得要烧热，就真正烧热。过好的人，恁拢会晓判断天甲地的景象，乃会袂晓判断这个时代。耶稣也对这些群众，不是只有对使徒所以这里要讲到对众人说，众人呢特别是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经学士他们会分辨天气，看见西边就是往地中海那个方向看过去呢，有起了云彩，表示有雨音飘过来，这里要下雨了。或是南风吹上来的时候呢，哇，就知道这个南风是从阿拉伯半岛那个比较热带气候吹上来，就知道哇要燥热了，要开始热了。他们都会这个望看天气，就能够预测这个环境的变化。但是呢，耶稣却说：未善的人呐，你们很会观察天地的气象，为什么不会洞察这个世代、这个时代呢？这个时代是神已经早在700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先知以赛的时代就已经很清楚的预告，这个神他的仆人要如何的来到，而做好预备的呢，仆人来他警醒，他就能够跟着耶稣走同一个方向不能够警醒的呢，他就被耶稣所弃绝，甚至他们还杀害了耶稣57节，你是安怎家己判断什么是合理？你甲控告你的人去见官长的时，就伫路中设法甲伊和解。若无，伊会拖你去见判官，判官就将你交予法警，法警就甲你关落监。我甲恁讲，最后的一声无离，无行清楚，你绝对袂当出监。那耶稣在这里讲到了，这是马太福音第5章。那这个时序呢，跟路加福音的时序前后跳跃。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是耶稣传道的第2年，
可是这里面教导到路加福音已经耶稣传到最后半年，那无论如何呢，好，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或是对照。那耶稣在这里讲，好，他们不很会看气象，很会看天气，好，却不晓得属灵的气象、属灵的气候，不晓得神正在做的大事，好，他们却呢与神反其道而行。还有呢，这个神，好，耶稣来。啊。将来成为审判官，好，耶稣他们应该趁着好还有机会，就是要被抓去审判的时候呢，上法庭，趁在路上赶快跟他和解，免得到法官的面前，好被控告有罪。好，所以耶稣也是说，他们应该趁着能够悔改。就是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应该要赶紧的悔改，免得当耶稣再来没有机会悔改的时候，他们就如同人的法院法官交到法警，关到监牢一样，一直到最后的一分钱哦，好，这个一分钱或是一小文钱呢，好，等于是美金的这个1 cent 在一半呢，好，这个美金1块钱就100 cent，好，这个100 cent 呢里面的一半就是美金1元的1/2哦，非常非常小的钱。好，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所有的罪都要一一的交账，向神来交清楚。所以今天12章的后半段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告诉所有的门徒要警醒，预备主的回来。而这主的回来，主会看每一个仆人是否有警醒守望，是不是有按着时间来分粮，好，是不是能够好把主人的意思好都能够完成的交办完成。好，那但是那些想说主人不在，他就可以放松，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放纵，就可以大小声就可以开始变成老大的，而回来就要接受主人重重的责打。那耶稣来好，他讲到他来是要带来征战，这个征战从属灵的征战好变成属世的征战，甚至变成家里的征战好，因为这就是一条道路，就是一个选择就是一个非常清楚非黑即白好，那呃若不是选择好这个主的道好，就是若不是选择永生好，就是进入灭亡好，没有第三个选项所以耶稣提醒众人应该会看气象，也要看属灵的气象，而且呢，应该趁着最后的审判还没到的时候，在这条路上赶快和解能够跟神修复和好的关系好，今天我们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都是我们能够悔改的时刻；在人子还没有从天上驾着云彩而来的时候，都是我们能够借着耶稣能够再次得连续蒙恩惠的时刻。愿上帝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神，能够分辨神的属灵的天气，能够走向神所喜悦、神所祝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就是要警醒，要忠心，要等候，并且要成为主人所能够托付和依靠的仆人让我们能够在耶稣还没有回来的这段时期我们都能够在地上扮演一个好的管家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他怎么样子的将他的道落实在每个地方，而所带来的这些的价值观，或是在信仰上面的不同，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二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来传扬神的福音，使人人都能够走上主耶稣的正路和公义的路愿神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神在这个时代当中所要做的作为。我们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各位，平安。